下，刚插秧的绿色稻田里有异军突起。本来就紫色的啦，这个绿色是阳光充足才会变比较绿。横陈在田埂中央的是紫苏，采收期刚过，林前明特地留下这一排做育种部队。和别的植物不同，紫苏要尝鲜，可不能见绿就采。所以摘是摘上面这个紫色的，对，是嫩芽。嫩芽。我一懂太厉害，要很大力吗？不是强强的就好啊，不是强强就好，轻轻的就好，轻轻的。哎，真的耶！苗栗公馆曾是台湾紫苏外销日本的最大出口地，20年前一年产量高达上万公吨，而后大陆以低价抢市，迫使农民纷纷改行。这没有经济价值就没有种了，这没有外销了嘛。现在他们都改行了，种芋头了。总不能让紫苏产业断流，农会和林前明契作开发加工产品。大桶子里的是腌制紫苏，曝晒后可加工紫苏香松；而冷藏室里的紫苏固定送到南投，提供紫苏梅的制作。大概有做食品加工的都需要用的。台湾农业的样貌正在求新求变，沦为配角的紫苏如何变成黄金白银，仍待费心。现在产量大概没有上万公吨，所以现在我们利用这些紫苏来做一些加工产品，要研发在新的产品。台湾农产品的种子跟技术外流到中国大陆，然后断了自己台湾的生存。紫苏真的是一个惨痛的经验。那么在过去80年代呢，就在公馆这里400甲的田地种紫苏，如今早已不复见，就真的只剩2户农家硕果仅存了。我一懂太厉害，不是强强的秋后；我一懂太厉害，不是强强的秋后。